呢個一睇就明懶人包系列，用最簡單嘅方法幫你一次過搞清楚旅行同美食嘅重點，唔使花時間睇長文，俾你幾分鐘，一睇就明點樣玩，點樣食。而家去日本旅行，入境已經唔使再填一沓沓嘅紙本表格，轉用咗一個全新嘅網上系統，叫做 Visit Japan Web。好多人第一次用都會問，唔知點樣填，喺邊度登入，入境審查、海關申報、檢疫資訊搞到一頭霧水，唔使擔心，呢條片我會一步一步，由最基本開始教你搞掂晒。如果想睇嘅話，記得訂閱旅遊通呢個 channel， 按埋 like 同 share， 我哋馬上去片。點解要用 Visit Japan Web 呢？因為日本由2025年4月開始，喺羽田、成田同關西機場會推出全新嘅自助通關機 Joint Kiosk， 入境手續會簡單好多。旅客只要出發前用 Visit Japan Web 預先入好護照、行程、住宿同海關申報呢啲資料，系統就會產生個 QR Code。落機之後喺自助通關機度掃一掃，就可以一次過搞掂入境審查同海關手續，慳返排隊時間，過關更加快脆方便。咩係 Visit Japan Web 呢？ Visit Japan Web 係日本政府推出嘅一個網上系統，等你可以喺出發之前預先填好入境需要嘅資料，咁樣做可以加快喺日本機場過關嘅速度，慳返啲排隊時間。通常建議大家喺出發前大概2個禮拜開始填寫，跟住我哋就會由註冊賬號、輸入個人資料到新增行程，生成 QR Code，全程實戰示範。睇完之後，你只要拎住部手機，入境時俾一俾個畫面，就可以輕鬆過關。無論你準備去東京、大阪、北海道定福岡，全部都用得着。咁而家就一齊打開 Visit Japan Web， 開始填表啦。填 Visit Japan Web 之前，建議大家拎定幾樣嘢喺手，會快好多，又唔怕填錯。第一，護照；第二，航班資料；第三，第一晚住宿嘅資料。所有嘢都搞掂之後，我哋就可以正式登入 Visit Japan Web， 一步一步教你由登記到整好入境 QR Code。一開始撳開 Visit Japan Web， 如果你本身有賬戶，就喺上面打返電郵同密碼登入。第一次用嘅話，就撳下面呢個建立新賬號先開戶。登入之後就會見到主頁要申請入境用嘅二維碼。首先揀本人資料，如果你幫屋企人一齊填，可以之後再加返同伴家屬。之後畫面會再顯示一次選項，一樣係撳入去本人資料嗰格，開始輸入資料。呢版主要係3條問題，分別決定你係咪日本人，係咪日本居民，同埋使唔使用免稅二維碼，係咪有日本政府發出嘅護照。一般香港、澳門、台灣等地嘅旅客都唔係日本籍，所以通常揀否就得。係咪住喺日本，用再入境許可入境，普通遊客去旅行，多數都唔符合呢個身份，所以都係揀否。係唔係用免稅二維碼？如果揀係，之後要用手機影低護照有你想嗰頁，系統會用呢啲資料幫你整一個免稅二維碼，去到藥妝店、電器鋪可以出示二維碼代替拎護照出嚟。如果嫌麻煩或者唔介意出示護照，揀否都冇問題，唔影響入境，只係買免稅嘢要照舊出示護照。跟住就會叫你上傳證件相或者影相，可以直接用手機鏡頭影護照嘅個人資料頁，然後系統會自動讀取部分資料，幫你慳返手動輸入嘅功夫。如果你唔方便影相，都可以揀自己打資料入去，逐樣咁輸入，確認晒所有欄位冇錯之後，按下一步就完成咗個人基本資料嘅建立。搞掂你啲個人資料之後，我哋就可以開始填今次旅行嘅入境資料。返到主畫面，你會見到啱啱填好嘅本人資料，
下一步就係新增今次旅程，喺下面揀新增入境，返國再入境手續。呢頁係用嚟登記入境同回國嘅預定資料，主要填寫今次去日本嘅行程同住宿資訊。如果你揀唔沿用，即係唔用之前儲存低嘅行程記錄，會重新輸入今次旅程嘅全部資料，再嚟就開始填今次行程相關嘅資料。畫面上面嗰個旅行名稱，你可以當係自己睇得明嘅行程標題，方便之後分辨唔同嘅旅行記錄，用咩名都得，唔影響入境。首先輸入你預計到日本嘅日期，然後填返出發城市名，跟住就係航班資料，喺清單度揀返航空公司名，再喺航班號碼個欄淨係填數字部分，例如 CX520 就淨係填520。之後要填喺日本嘅聯絡地址，即係你喺日本第一晚住宿嘅酒店或者住所。首先可以輸入酒店或者民宿嘅郵政編碼，再撳從郵政編碼自動輸入，系統就會自動帶出都道府縣同市區名。如果唔知郵編，都可以直接喺都道府縣市區町村名下拉選單度揀返正確地區，再喺町字翻地輸入街道門牌地址，最後填寫酒店名同一個可以喺日本接聽電話嘅聯絡電話號碼，例如酒店電話。填好晒之後，撳下面個畫面嘅前往入境審查、海關申報呢啲掣，就會去下一部分。填好行程同入境基本資料之後，就去入境審查同海關申報。呢頁係 Visit Japan Web 入境手續入面嘅一部分，主要係確認你而家嘅健康狀況屬於檢疫相關問題，之後就要填寫入境審查同海關申報需要嘅資料。入境審查部分會問今次入境目的，例如旅行、探親、公幹，預計會留幾多日，逐樣睇清楚，用係或者唔係嚟答，記得跟返實際情況填。跟住就到海關申報部分，畫面會列出幾條問題，例如有冇帶超過規定嘅現金、煙仔酒類超額、動植物製品、商品係咪拎嚟賣等等，一樣係逐條睇清楚，用有冇或者係咪嚟揀。大部分一般觀光客都係全部揀冇。搞掂之後撳確認內容，個系統會彈個總覽頁面出嚟，等你可以再對多次所有資料。當你確認資料冇錯，撳登錄同搞掂之後，畫面就會彈出登錄已完成嘅提示。返去行程頁面就會見到今次旅程下面已經多咗入境審查同海關申報嘅狀態顯示。再會入去就可以見到專屬嘅二維碼，呢個 QR code 就係你到日本嗰陣喺自助通關機 Joint Kiosk 同海關櫃台要出示嘅畫面嚟。建議你喺手機截圖備份一次，以防現場網絡唔穩定都可以直接出示。見到呢個 QR code 就代表 Visit Japan Web 搞掂晒，可以準備去日本自助過關啦。好，咁樣 Visit Japan Web 由開賬號填資料到整出 QR code 嘅流程就全部行完一次啦。之後每次去日本，你只要登入返同一個賬戶，更新航班同行程就可以好快搞掂。鍾意呢條片嘅話，記得幫手分享俾你啲準備去日本嘅朋友。我之後仲會出更多日本交通、住宿同行程嘅懶人包。下條片再同你一齊準備去日本玩。加個頻道已經開通會員功能啦，加入之後就會有會員限定嘅內容、額外嘅交通同行程小貼士、旅遊資訊，仲有更多精彩嘅嘢㗎。只要撳一撳下面嘅加入掣，即刻加入，帶你玩盡每個旅程。